上海城市行政管理呈现多元化的特点，我称它为叫一司三制，是一个城市有3个管理机构。中国人管理的地界叫华界，那么公共租界和法租界，这3个地方都各有自己的政权，各有自己的法律，各有自己的警察，连电压也不一样的，电车轨道也不一样宽的。我们都知道，不同的政权它在一个城市里面，它互相就有缝隙。你管理的地方，他管理的地方当中就有缝隙。比如讲，如果在晚清的时候，你在华界，在中国人管理的地界，你骂皇帝，那能行吗？那是犯罪。但是呢，你如果在华界里边批评了政府以后，跑到租界里边去，那华界的警察是不能到租界里边抓人的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没有办法。我讲的这就是叫管理缝隙。这个缝隙呢，是可以为那个反对清朝政府、反对北洋政府、反对国民党这个反动统治的政治力量所利用的。